刚刚有个小哥哥给我说，只要我亲他一口，他就给我买一杯奶茶。哼，现在真是什么人都有。半途而废可不好，所以我建议你喜欢我到老。小哥哥，你喜欢低糖还是7分糖？7分糖。你知道我喜欢什么糖吗？我喜欢你的胸膛。有人说男生说谎会让女生不开心，我告诉你，你说实话他也生气，你不说话他更生气，你话太多他就想踢你，你太粘人他就想揍你，你不粘人他就想灭了你。考驾照的时候，教练跟我说，只要我拿到驾照，我就可以开宝马、奔驰、保时捷了。可是我现在已经拿到驾照1年了，还是骑着我的小电动车，晒人就算了，还烫腚。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泡到我，那你大可以试试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心想事成。我马上就要谈恋爱啦，和谁不知道，我先替他高兴一下。你约我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，一系列流程走完了，然后你跟我说我们还是好朋友。弟弟啊，你跟我这闹着玩呢，我就想问你一句，扛揍我？嘿，我想给你打电话，然后告诉你我今天遇到的所有的糟糕的事情，但最后我只想告诉你，我想你啦。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，就是有这样一种女孩子，你觉得她特别漂亮、特别优秀，就一定有男朋友了，就不用追了。其实通常这样的女孩子都是没有对象的。我有一个苹果，我给你一半，这是友情；我咬了一口，剩下的都给你，这是爱情；我一口都没动，全部都给你，这是你父母。我把它藏起来，然后跟你说我也饿了，这就是社会。我跟你讲呀，你要是有喜欢的人呢，上去就亲他一口，要是他喜欢你呢，那你俩就成了；要是他不喜欢你呢，管他呢，反正亲都亲过了。你一个个快30岁了还不结婚，还好意思祝妈妈节日快乐？阿姨她能真的快乐吗？她想要的可能不是礼物，不是祝福，而是我这个儿媳妇儿。其实男生在恋爱中的失望情绪真的不比女生少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坦然地说出自己的失望与难过。在爱与被爱、责任与义务、付出与获得的问题上，不应该总用男女来分别，不能总是认为男生应该做什么，女生应该做什么。所有人都值得。嘿，赚钱的时候别矫情，花钱的时候别磨叽，生活不会因为你哭泣而善待你，但是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让自己活得风情万种。你呀，听好了，不准为不值得的人流眼泪，不准为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，不准生气。看见这条视频的人一定要开心哦。